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大家今仔日来映射的公立中小学家家学生的入手不少个，特别是第103学年度国小港班242班，高雄市也收的176班哦。韩国唔是讲初 TV 所谓学校，过多如本人才系，也算合并到其他学校的。照教育部的统计，学生的50万人以下的小型国中有17間，國小有340間咯。教育部將50發拜訪的偏向學校過後，提出的小學校 OT 公派民營的計劃，委託民間來經營小學校，按呢課程同師資會韓國有彈性有特色。104學年度是的真實實施，公派民營正經路是的舊小學校下。來看眼嘅報道。大等日嘛，男人腳頭也條成人呢，準備要去上自然課。上課嘅素材係菜園，一定自家雕演椰皮種菜。一件聽宜蘭縣東山鄉嘅慈心華德福中小學，係12年前就成立嘅公派民營學校。唔考試冇課本，從事嘅係成人呢離開學校過後，為自家吃通吃法去學習。12年前，宜蘭縣通過公辦民營的條例之後，我們就跟政府簽約做這個教育實驗。那現在中央已經通過這個3個法令的，代表台灣整個教育環境的法令環境已經解放了。對我們學校來說，我們可以更篤定、更踏實的去做本來就該做的事情。那我們也跟宜蘭縣政府在思考，怎麼樣把這樣的教育實驗的精神、多元的實驗教育的經驗，然後可以分享出去，讓更多的學校可以有一些參考。台灣有公派民營學校，早地講係對慈心華德福中小學開始嘅，辦好理念，上到改動我現時嘅家長，使到也種下所採來，也下還有300人嘅學生嘅排列等等愛進學來讀。我按上年沒想到大家被注意，去年年底聲音教育3法通告，其中公立國民小學同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，公立國中小公派民營要為真實的方面，韓國保障到學生嘅教育選擇權，韓國學校辦學嘅彈性。就是不管有沒有這個法令的開放，每一個校長或每一個地區的團隊，他應該就有機會去做這樣的事情。那現在法令環境已經開放。我相信那個路已經開在那邊了，那每一個地方一定都可以找到它的價值跟特色。那每一個學校找到它自己的發展特色，跟在地居民做結合，引進更多民間的資源。我相信在未來5到10年之內，整個台灣的教育環境會有很不一樣的開展。0度的位置，是不是要對齊0度的位置？尤其一下台灣人健強健少，53年以下嘅小型國中有17間，小學有340間。教育部開出藥方，規劃出小學校 OT 公派民營嘅計劃，委託民間來經營小學校，按呢課程同師資為韓國有彈性同特色。在偏鄉，他所看到，部長當時在看到有非常多，其實學校用心、老師用心的一些教育創新思維，那也認為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實驗的精神去加以推廣哈。有一些偏鄉小校的部分，可能它面臨了有所謂的財併校的這個風險存在。那事實上，你也可以考慮這些場地可以用公辦民營的方式來做處理。但因為法裡頭它有這樣子的一個琢磨，所以也認為說也可以是方法之一。那可能可以讓偏鄉的這些小校可以更活絡起來。所講嘅公派民營就會維持現有嘅經費和供應源，學費比照公立學校，不過學校師傅委託本非盈利嘅方面來經營，安尼就會有韓國多嘅資源落來，辦學嘅形式咪韓國多樣又有特色。愛顧到地方政府同學校嘅想法，學校同非盈利方面愛打契約期限3到12年。我們政府還是得編列它的基本人事費。它的設施設備費等等，當然它可能會有一些活絡的是，它會有一些募資的動作，或者是由它的法人的部分自己來做一些資助的動作，所以它的財政部分會比我們公立學校可能會來得更寬裕。那至於師資的來源除了
我们现在依照教育人员任用条例所进来的这些教育伙伴之外，那他可以因为他的主题，因为他地区的特殊需求，那他可以聘请不是教育人员任用条例里面所规范的相关人员。虽然新年呢近来减少，对各种下位学校影响过大，我全国教师总工会副秘书长罗德顺认为，无规划手册就来推动小学校公办民意，安尼教育会判断像是造成利用的，恐怕会是一场灾难。那你如果是不分青红皂白，就是只要他小校50人以下，我们就把它裁掉、并掉，或是就让他 OT， 其实是没有考量到当地的那种特殊的环境。所以可能要一间一间学校一个个案一个个案来看，就是你并校或是 OT 会不会影响学生的原来的受教权，这些都要考量。县市政府可以主动来处理。那当然，我们讲的民间团体，他如果认为哪个点，那这个点他们其实是高度的有意愿，可以去做另类的教育以及一些教育创新的思维，他们也可以去跟县市政府提，所以双方都可以有主动权。当然，最后的决定应该还是在那个学校的主体，以及学校社区跟学校家长之间是不是能够认同要办理这件事情。小学校 OT 公办民意，从非盈利的方面来经营，教育部是希望學校會辦的效果有理想，不過由於當年之意，政府按呢做，係屯教育的資源抬走。就是你如果回到一个教育是一个公共化的概念，我们当然认为说这样子等于是政府在免除责任啦，因为你就是用绩效嘛来看，说我这样子可以节省成本，但其实教育不应该用这种角度去看待了，而且它是特别是这些学校可能都在偏远地区，所以真的要很慎重。委托私人办理，终究这个学校还是定调在公立的，包含这个学校的定位以及它财务的运作方面，其实就一个政府部门来讲，它仍然有它一定的角色在，公共性以及政府的责任仍在。对，但是我们赋予它可以有更多创新的思维，然后我们引进民间相关的资源，共同来让这个学校产生更多的生机。小學校公辦民意，由為非營利方面組織加入教育資源，我聽錯正健會帶來韓國形式、韓國神法的教育氣氛，各界每次都多樣嘅教育確實幾好。我國地區學校環境條件各個冇同樣，上下落葉非營利方面組織的能力理念每個冇相同，有辦法長期穩穩的發展麼？一條都係愛做小學校公辦民意，按冇同樣嘅教育為成功冇為關鍵。